第12轮的这个预防射第一阶段，今日就开始注头一摆注 BNT、莫德纳甲 AZ 3种疫苗，所以讲被称之为有史以来上个复杂的一轮。有的人呢等真久，为了要注这个莫德纳第二剂，等有够辛苦，有够久，有的等15礼拜，有的等16礼拜。疫情当然要有今日好消息来看，陈时中安怎讲？ 即针注类总算毋是莫德纳高二啊，史上上复杂的第12轮注射，第一阶段就予55岁以上的民众来注第二剂。第二剂是真的等了很久啊！真的是7月13到现在，当然会担心说它的那个效率没有那么好啊。台湾疫情控制的还不错，我也很少到外面去，不会紧张了。就算人超过10礼拜，专家讲毋免烦恼，要受保护力。问题且若是有人符合资格，也无注文着。指挥中心伫透早10点到下晡4点，搁开放予55到64岁民众注文莫德纳第二剂。3种疫苗同时间开放，为着化解第12轮真大的注射量，台北市华普嘛开放暗时注射，要予大家赶紧注着疫苗。但市长昨嘛讲，第13轮在月中旬的开放全年龄注 AZ， 让超过10礼拜民众注 mRNA 疫苗。 若想要男的注，爱记得到1922议员登记的时阵，计算莫德纳和 BNT， 不过专家嘛提醒爱好好思考。比起2剂 AZ 的话呢，就是发烧的比例稍微高一点，比例可能增加5%到10%。不过这个发烧是短暂的，1-2天就会退掉。 目前没有什么建议不混打的，因为第一个混打是必然的。男的注的副作用会较济，嘛建议民众伫医院登记的时，要是会记得到 AZ， 因为敢会当男的注，要是看疫苗的到货量，唔是只要登记就注会到。